你好，8月12號星期3後到做埋財經頻道，我哋嘅退休策劃方案服務助你更上一層樓。星期一嘅 A 股全日都維持緊震盪嘅分化結構性嘅輪動走勢，多空嘅背離十分之明顯，指數嘅分化個股普遍上升嘅格局，超過4000隻股票係飆紅嘅。上海證券指數嘅日線5連陽收近似乎於光頭嘅陽線，企穩咗3900點，並且逼近於3970點嘅短線壓力位，距離4000點嘅整數關口同埋舊年11月份嘅4034點嘅前高位只有一步之遙。上海證券指數衝擊3970點去到4000點一個區域，如果係成交冇辦法放翻到2.7萬億嘅樓上嘅話，係好容易衝高回落嘅，支撐位就睇3940點同埋3900點啦。美國7月份嘅非農爆冷就轉向咗負數，令到加息嘅預期降溫。星期一嘅港股三大指數全日都喺度震動咁走高，收升都係超過1%。恒生指數再度向緊26000點呢個關口做進發，機構就認為現階段嘅港股嘅反彈更加係源自於 AI 嘅硬體去槓桿過程之中嘅跨市場再平衡，以及純多頭機構嘅高低切換資金嘅驅動屬性更加之強啦。響全球嘅資本市場劇烈波動之後，風險偏好收復將會成為咗資產定價同埋大類資產配置嘅主線。8月份嘅中部密集嘅披露期有望咁成為咗市場從估值消化切換去到盈利驅動嘅軌點。隨報季或者會係下半年最好嘅配置窗口。中國7月份嘅消費者價格漲幅大於預期，而出廠價格通縮就有所收窄，表明咗儘管全球第二大嘅經濟體近期出現咗一啲改善嘅跡象，國內嘅價格壓力依然係比較疲弱。中國國家統計局星期日所公布嘅官方數據顯示，7月份嘅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同比上升 0.5%， 較6月份嘅1% 嘅漲幅係明顯有所放緩，創下咗6個月嘅新低。呢個數據第二經濟學家之前所預測嘅 0.8% 嘅漲幅，環比嚟睇嘅話 ，CPI 下降 0.1%， 而市場嘅預期係上升 0.2%， 6月份就係下降 0.3%。衡量出廠價格嘅生產者價格指數 PPI 同比嘅話就下跌 3.5%， 降幅較6月份嘅 4.1% 有所收窄，但仍然不及市場預期嘅下跌 3.8%。中國2026年6月份嘅經濟數據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係 8.0%， 你嘅財富增長是否跑得贏印鈔速度呢？高盛嘅分析師發布個報告就話，預計到2026年年尾嘅話，全球嘅人工智慧投資將會超過1萬億美元，其中美國嘅人工智慧投資預計係接近於6000億美元。根據高盛嘅估算，美國嘅人工智慧資本支出佔咗 GDP 嘅比重將會喺2026年嘅 1.8% 上升去到2027年嘅 2.5%， 並且喺2028年嘅時候進一步咁上升去到 2.8%。與此同時嘅話，全球嘅人工智慧投資係佔咗全球 GDP 嘅比重，將會喺2026年至到2027年逐年咁上升，分別係 0.9%。去到 1.3%， 再去到 1.4%。日本央行喺7月份嘅議息會議度按兵不動，10日之後嘅話，日本央行所公佈嘅會議意外摘要就釋放出遠超市場預期嘅鷹派信號，明確咁警告通脹上行嘅風險正喺度加劇緊，並且罕見嘅直接呼籲加息嘅步伐可能會快過市場嘅預期。國際金價仲新翻到4400美元嘅大關。全球嘅央行買金同埋再配置嘅需求之下，金價嘅韌性超過咗預期。金價大升主要係受到美國7月份嘅非農就業數據意外咁爆冷嘅推動。美聯儲嘅加息預期下溫，市場對於佢哋9月份維持利率不變嘅預期係升溫嘅，並且帶動以黃金為代表嘅貴金屬有方向咁做反彈。伊朗同埋阿曼圍繞住重新開放福爾摩斯海峽航運通道嘅談判仲未有公布最終嘅協議。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表示願意等待，但係德黑蘭方面仍然就拒絕恢復翻同華盛頓嘅直接談判。伊朗嘅外長就表示，目前嘅伊美之間係冇任何談判嘅，雙方淨係通過中間人傳遞訊息嘅啫。
同時，特朗普亦都係話正喺度低調嘅處理伊朗嘅問題，表示美國向進行半談判，並且傾向於以經濟施壓係替代軍事升級嘅。伊朗同埋阿曼仲未有就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達成協議。同時嘅話，也門胡塞武裝部隊亦都係宣稱襲擊咗沙特靠近紅海嘅一座煉油廠。油價就持續咁上升嘅走勢。根據報導，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嘅秘書就表示，如果美國唔改變佢哋嘅行為嘅話，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維持關閉嘅狀態。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嘅前提係美國滿足5個條件，即係話永久性咁停止對於伊朗以及其他地區盟友嘅軍事行動，停止威脅或者係侮辱伊朗，解除對伊朗嘅海上封鎖同埋全部嘅制裁，歸還伊朗被凍結嘅資產，賠償相關軍事行動俾伊朗所帶嚟嘅損失。星期一受到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開放嘅前景不確定性同埋中東持續咁緊張局勢嘅支撐，美國原油同埋布倫特原油向尾盤嘅時候持續咁走高。巴克萊就維持2026年同埋2027年布倫特原油嘅價格預測分別係$96一桶同埋$85一桶。星期一嘅 A 股三大指數漲跌不一，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就升到0.67%，報3966點。滬深兩市成交係2.52萬億，市場超過4000檔股票上升。星期一嘅港股三大指數就係咁上升，收盤嘅時候，恒指係上升1.05%，報25937點。星期一嘅美股三大指數就係咁收跌，道瓊斯工業平安指數跌咗0.1%，納斯達克指數跌咗0.32%，標普500指數跌咗0.06%，而中國金融指數係升咗1.65%嘅。摩根大通就將標普500指數2026年嘅目標價位從7800點上去到8000點，呢個舉動主要係得益於第二季度嘅財報季表現強勁，並且覆蓋率係比較廣嘅。同時 AI 資本支出嘅貨幣化回報亦都出現咗積極嘅信號。克里夫蘭聯儲嘅主席哈馬克就表示，當前嘅通脹仍然未能分到目標嘅水準，美聯儲可能會需要進行多次嘅加息，話一次嘅25個基點嘅加息對經濟係唔會產生太大嘅影響嘅，因為目前嘅3.5% 至到3.75% 嘅利率空間並沒有對經濟形成明顯嘅限制。摩根士丹利就指出，美聯儲縮減資產負債表嘅規模同埋貨幣政策收緊並不對稱，市場長期以嚟對兩者嘅關係存在於根本性嘅誤讀。摩根士丹利就認為，美聯儲未來幾年嘅話就會將資產負債表縮減大概係1.5萬億美元。美聯儲擁有多重嘅操作工具，可以向維持充裕嘅準備金框架，保證市場流動性嘅前提之下完成縮表，而唔需要大幅咁推升市場利率或者係收緊金融條件嘅今朝嘅經濟狀況。星期一上嘅證券指數升26點，報3966點；香港恒生指數升286點，報25954點。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60點，報53975點。美元兌人民幣最昂價報6.7043，長一美元嘅黃金報4448.10美元一盎司，紐約原油報82.17美元一桶，美國10年期國債收率報4.703。香港厚德載物財經頻道祝你視力運轉，鴻運當頭。